爆米花跟饮料这些哈。好，那在公开场合呢？好 ，OK， 好，那我比个赞好了，好不好？好，来，请各位比个赞。好，再麻烦看。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抗议，我们2个礼拜前也宣布我们国内解封。那也希望呢，能够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解封情况下，能够进行我们乐活防疫新生活。那乐活呢，我们这个电影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电影是一种生活艺术，带来我们对生活的一些体验跟品尝。进而可以疗愈我们的心灵。那在抗疫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加进来，我们的心理就会更健全，更有力量来对抗我们生理上的一些病毒疾病。那一样可以帮我们比个 OK 好了哈，希望大家觉得安心啊。我这边还没讲。对，等下那个笔拿上来一下。通常这种活动就是我们没想到陈时中部长这么细心哦，连这个也看到了。好，我们请教一下，因为他们有说就是您被拉，医界有说您被拉下神坛，您怎么看？本来就没有在上面啦，昨天健保会就是医材部分有做出一些这个暂缓实施的决定是不是又被打脸了？是不是用之前的决定是怎么看？为什么打脸？我不知道有什么决定会被打脸。不过昨天讨论那个是一个新的项目，是新的医材，跟我们原来在谈的那108年12月以前已经在市场的医材，这是2件事情。那是未来说还没有进入市场的，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及早的享用到？那健保可以分一定的比例来帮忙付钱。那以前我们的在旧的医材里面，它的一个差额负担最主要就是我们是定额在付。所以你不管进来多少钱，那健保都是付一个定额，像我们的在白内障的水晶体，我们付2744嘛。所以你不管装多少钱的，我们那个健保就是负担2744。但是将来新的医材里面，现在架构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定价之后，那健保大概付2到4成，根据它的一个效益，付一个2到4成，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跟原来在谈的108年12月以前的旧的医材，怎么样来管理是不一样的事情。有各种方案都在谈不过势必增加这个健保的规模是要有的，要不然整体的费用是会不足。但是怎么样来调整最能够符合相关社会的期待，那现在都持续在谈。那想请教一下，他们有说就是您被拉，医界有说您被拉下神坛，您怎么看？本来就没有在上面啦。